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气类个节目。两段时间吼，我相信所有嘅朋友当日都个关心两球嘅问题，是你嘅新冠肺炎嘅问题。大家要关心讲，到底用呢类预防，有人用呢类治疗，然后讲，做啲做嘛嘅事情来保护你自家。啊，政府有人用呢做，有人用呢来配合。因为当方伊做啲绕墙道，线上呢度节目地图啦，大家来分享吼，你大家来绕墙机系类似连性易染嘅自清。腐染中去四点欣赏分享啊，主持人好，大家好，这边是东欢喜来到呼吸类的节目啊，欢迎医师哈来到这边跟我们来分享两个大家其实真挺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新冠肺炎的问题，因为已经从1月到现在，每一天，我们发现就是。时间过这么多，我们的例子越来越增加。太卡会知道，其实新冠都有一些病种，而且人民会越来越恐慌。对，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不是要来细节的讨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细菌、这个病毒。我觉得关键是从我们怎么样开始防疫。对不对？其实一开始在1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台湾做了一个我们的政策决定，就是我们先在我们的国门做了一个很大的防堵，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医师来多亚片特别同台港来讲，就从这边开始说起。OK， 好，其实大家提这个每天有几百万人坐飞机、坐船的，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当然当中也是离远啦。去旅游啦，去这个商业啦，好吗？所以实际上你还懂得会偏，就是因为这一个交通工具，所以会传播到全世界啊。以台湾来讲，其实台湾七个本身的疾病没很多，就感冒啦、肺炎啦、普通的那种偏重症，但是 NGT 讲的嘛，法定传染病几乎都会从国外带进来的，比如坐飞机带进来啦，或是坐船带进来啊，像这个现在很多就是像的malaria，以前讲的疟疾啊，还有现在南部开始要的这个叫登革热啦，还有这个以前的 Zika 病毒啦，类似的这些病，还包括这一次的新冠状肺炎，都是从境外进来的。所以台台主持人跟我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你怎么样在你的边境去防守、去守护这个。所以这个大概还记得2003年 SARS 刚来基础的医疗中心副主任，我也经历过那段时间。大家就会讲嘛，所以那个时候说实在，比起2半来讲，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消息不是很明确，大陆那边人家都没标出来，所以当时的偏你就最近拍照了，所以香港最先就沦落了，所以再过了台湾，然后台湾当时就有个叫做发烧筛检，发烧就是替抓那来，SARS 过后发烧筛检站也没有撤掉，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目的就是说，你有偏，大部分你会发烧嘛，会发烧嘛，在边境然后你侦测到，然后你做检验，然后你送到会不会偏去治疗。这样子看可不可以把它挡下来？所以为什么台湾每一年这个南部都会有登革热，就会有你不了它没发烧，所以你没做到给，但是给你不了以后才发烧，才发烧，然后在社区里面就传染了。是，所以看南部台南啊、高雄，每年差不多4、5月就会很多这个登革热就是大概这样。所以边境防疫就是希望围堵在这个边境，不管是飞机也可以算的，对，因为台卡会做买会讲的地方，因为像暗涌给我们说暗涌给会传染的一种疾病，台卡会讲就会讲你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对，所以为什么边境防疫的概念就是说，你看从飞机也好，船也好，我们在国门的第一道，我们就先做一个最开始暗涌给防堵，暗涌给防堵之后，我们是我哪个干不回暗涌，我们大家尽力，我们就是尽力去做到最好。对，那避免台卡会讲的台卡轻微讲就会可能会有隐性的社区感染，或是社区感染暗涌。给问题，对，所以老师刚刚也行商刚刚也用青豆枸杞像 SARS 也好，给营养，其实所以现在台港会发现你可以讲真营可以出国的时间，转来的时间，在国门都会有那种所谓的体温监测。体温监测，对，台港就那也是因为过去的经验累积到现在，故作腿白一开始做的决策可以很快速。对不对？我们可以很快速做暗涌给决策，然后我们马上那个 SOP 的流程就会很严谨的出来。对，这就会给我们一同台港来讲，暗涌给边境防疫是我们的第一
关卡，对不对？不过他讲有发现哦，其实他重要一个时间，我们现在都会要求每个旅客要写一个这边跟大家讲的入境健康声明卡、声明书，对，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的。对，所以像这个其实写这个声明书，共识菜发在心上，其实量很大哎。你希望看印尼有几多给你的几创那种进出，所以每个人都要写。对。所以这个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拿的桃园机场，还有航联会就是各个航空公司所达成的一个决议，就是希望大家遵守。所以叫健康声明卡或是声明书，目的就是说天天讲发烧有人有冇发烧啊？还有人心模糊。吃退烧药就是要避免通过这一个，对，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不够，所以必须讲你有没有症状，你有冲冇，有老皮水冇，有喉咙痛冇，有全身酸痛冇，所以就希望你就填这一个健康声明书，有而且提早就得滴以后来帮你做筛检，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希望民众能够遵守，大家尽量，甚至我们希望是在上机前，对，上机前，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你从北京到东京，然后回台湾，希望在北京的时候就填了，不是在东京填，更不是下机后填，因为这样子会造成一个混乱。所以其实共同鸦片，我们的这个声明书，我们必须要讲，就是我们真的要统社会给乡亲朋友来讲，你黑共真营因为有出差的必要，一些公务的需求，你会写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确实填写，对，因为有很多人写的时候会知道轻麻烦，有吗？我觉得那是一个信任。你像每天几万人，我们不可能一种拿着护照按勇去调查嘛，对不对？或者说你真的要确实的去填写，其实我觉得按勇工，其实还不会都去改，还不会都所有的人，这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其实，在填写正确的时候，我觉得台湾这一次的边境管理其实也是做到这一块，也是做得相当的完整。目前，工作量，实际上因为讲来2003年SARS 卡经验是，他已经入来的，你张去发烧，你张去侦测才会请出来。这一次你就有经验了，而且以前叫做 CDC， 就是疾病管制局，现在疾病管制署，这一次就比较有经验了。我们甚至为什么比世界国家还比较早，就是我们提早甚至他们当时还上飞机，武汉回来的飞机，他们上飞机去主动侦测看病人有没有发烧，甚至当时就得类似这个卡，就问了，就请大家填了。所以就是以前 SARS 是被动，这次是我想疾病管制署是非常主动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快就把武汉的班机就停航了。我们就发现说越来越多就赶快停航了。所以等主持人跟我们其实一直发展到现在，大家觉得讲case 某动多啊，这样31例啊，比起你看那个韩国已经800多人，日本也是很多人了，感觉上大家会放松，但是我跟塔卡狗战斗才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到高峰或许大陆慢慢有，但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战斗才刚开始，所以呢，就这个部长也讲了，大家要提高警觉，但不要恐慌。我想大家是重要，所以也不要这个叫做掉以轻心啊，所以还是要小心。比如说社区感染到底会不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老师，喜昌，那你觉得呢？旅游呢？旅游建议，因为大家太大人心惶惶，其实我们有开始分很多第1集、第2集、第3集。有青岛的建议，有嘛个建议？其实旅游一般来讲，而且分3级，那个是外交部跟这个疾病管制给大家平常的时候去旅游的一个建议。比如说3级就告诉你非必要莫去，第2级是告你去做的，但是切要小心第1级是告提醒你，去做得到要注意。所以大概如果养成习惯，你每次出国以前，你看2个网站，一个叫做外交部的领事的网站，上面会有公布，不止疾病，还有包括政治啦、暴动啦、罢工啦这些。那疾病管制署这边就会告诉你，现在当地在流行什么，比如说像伊波拉病毒，到现在非洲一直都有伊波拉病毒，所以你说要不要去非洲是可以啊，但是做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附近几个国家列为1级、2级、3级都有了那就是提醒大家去要小心。主持人那这段时间到底要不要出国？我个人是认为，能不出国尽量不要出国，不管是去美国或是去欧洲，能不出国不要出国，因为你出国坐飞机在机场
你就是暴露了得到这一个被感染的机会。对，因为太感亚青关心哈，其实公司他妈之前还有人会关心过，哎呀，俺都已经订机票都订好了，对不对？俺给钱都付了，呀，你讲临时会给听，你讲真的就种太敢讲哎，因为我们说防疫视同作战哈，呀就会非常时期嘛，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希望这样的疫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就会我觉得是大家穷好了做安永的事情。你看政府按努力安永太嘎这么辛苦，那我们自己也是要尽量来保护我们自己。对，我觉得其实是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这个才可以更容易。我们说让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慢慢的，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我们现在比较可以看得到的控制的状态。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旅游的建议。他敢被吃豆糕，老医师刚刚讲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让自己减少移动，来去感觉会安容易。好，对，所以乡亲朋友，对两百个你讲新冠肺炎个问题，还有当到做得到大家的分享吼，大家要先请你个乡亲朋友先聊下，恁杯茶，你等下张总来讲。你今日绕墙都系类似联系依然个自庆福然中咧，都了频道大家的分享哈。不过，现场我们有一句漏过年也同大家的分享，也跟医生来分享哈。来，现场之前可能冇看过，来同大家来讲一下哈。人性斗够肉性，人性斗够肉心。这看起来好像大家会误解哦，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怎么有一个人性多过药性？人性老药性嘅，其实以医师没按用，医师就会讲，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不对？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要某相用，或者说其实你是药嘅时节哈，中马跟行商讨论就会讲，你那讲他吃一粒你就一定要吃一粒哦，然后他这样治疗你就一定是那样治疗，因为大概你嘅情形係某相用诶，对，所以他讲一开始看到说，哎呦人性。也蛮个意思，伊讲大概你的情形是某相用的，所以哈，这个吃的药也会不一样，还是要经过审慎的评估，同太高的讨论，然后听医生的建议，按样子做对。好，乡亲朋友哈，其实了解你基本应该老古年意，跟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疫情也是很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我们等一下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疫情下还没有研究出新的药，也还有疫苗，这里同大家讲。在上一段节目的时间，大家有讲到哈，我们在边境防疫，我们第一关就先帮大家围止住。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当然就是控制疫情嘛，帮大家围住之后，控制腿板给发展，尽量不要让它在社区里面做发展，或是真的不小心在社区做发展了，我们希望它的范围是缩小的。不要按扩大，不过共同鸦片啊，我们要写上像刚才讲要健康声明书啊，不过癌某个问题还买嘞，就会讲，黑公你真的不小心，有可能有接触，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说要居家隔离嘛，对不对？要居家检疫嘛，其实这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搞不清楚，而且感觉有一个困难。居家隔离呢？居家隔离是说你有跟确诊人员有接触过。比如说，会给他朋友啊，给他同事啦，或者是说一起坐飞机的前3排或3排的人，跟确诊的有这个，因为你的这个风险做他国嘛，所以就希望你居家隔离，因为很可能在你身上已经有病毒了。对，你可能还没发病呢，所以居家隔离是希望讲要14天顶不住，看你会不会发病，会发病赶快帮你治疗，那不发病。那就表示你是还安全的，那就是希望公安呢把这个一个就是火苗一样，它附近的人都把它找出来，所以叫居家隔离啊。对，那居家检疫是倒不是确诊，比如说泰国转来的或者是这个日本转来的，或者是韩国转来的，像筹备就公布了，韩国转来的。全部都要居家检疫啊！台湾可是居家检疫，居家检疫是嘛？跟居家隔离类似，就是，但是它名称不一样，就是它是检疫，但 Q 用嘛？大家都副卡，
做我们的出去，做我们的做的大众的交通工具，替或出7卡13年，就是等于生活14天了，那这个叫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那另外一个比较轻微的，人家叫做自主健康管理，你们2个叫自主嘛，总共7卡，基本上你尽量莫出去的，但不是完全禁止。尽量莫吹嘘这一共经过吹嘘戴口罩那除覆卡每天都要量体温2次。那前面的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是每天要回报你的体温，就希望这样子来这个监测你的这个病情。因为那平常是有拿药的，但是我现在居家检疫了，按药的没的。这怎么办？对，然后一片烟拿，所以现在很多片烟都有像感觉片烟就有一个叫做连续处方签的一个窗口。你是念一片烟，你这叫你拿的连续处方签，一的窗口，就拿到药给。家人帮你拿，对不对？那黑讲你这个邮票，我发社会啦，但是我会错嘛个。你们做不了这个了，出来一片烟咯，你要打电话本的卫生局卫生局会替你安排这个医师。我们现在讲的叫远距医疗，视讯，对，就视讯根据你的病情是可以要个不一些加用但发现说严重，那这个有片烟。就要戒护，就是要有人这个，比如说他必须要戴上这个面罩了，穿上隔离衣啊，这样的吸片烟款。反正如果7卡做唔得，现在只有一片烟，7卡做唔得，只有一出去，7卡做唔得去坐巴士啊，坐火车。其实经常讲的大前提就会讲，你去居家检疫，也是讲你去居家隔离，按用给请准哦。我之后经常真的讲到今后就会讲，其实同台港来讲就会讲，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台港的主，因为青农你会讲，拜托俺冇用俺讲靠好俺用老眼管起来嘅感觉，因为我规天按多东西，哇，好闷哦，对不对？我觉得用堵唔掉，俺出去行不过真的，我觉得要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朋友们，其实真的大家的上夫来批哈，因为按用嘅批发，其实迄味道太家好，你忍耐一下，对不对？还没吃到辛苦啊，有时候是心里也觉得哇，有时候待久了会心里很闷、很恐慌。对，讲到了错不孽了哈，严重讲啊，桃园市郑市长就很体贴啦他说这些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不是会很无聊吗？对，他会赠送你很多游戏的点数，你可以利用这点数打手机啦，或者是平板啊，你就不会无聊啦。对，那当然这个。游戏是一回事啦，那当然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让你在这里面可以去做有意义，但就希望你不要出来。是，哪会讲的事情黑吼，其实真的大家不要觉得按用黑轻简单的事情，其实真的黑讲真的你要居家隔离、居家检疫，台湾这么按斗给你黑讲都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要花非常多的人力资源跟成本，是你超乎你想象的。你说亚腿版有居家检疫，我们有居家检疫要300人。500人，你会胸口那，你会觉得我好像要居家检疫，我被关起来，在家里这样的感觉。可是你会说，我们要付出多少的资源跟人力去照顾你，去甚至我们说去关心，给后续的整个发展。像警察讲，黑公你真的有蛮问题，我们还要派救护车，对不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穿防护衣，然后医疗人员第一线移动你给不哈去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我们才说大家是共同作战，就会按个观念。刚才安永跟我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从什么1级、2级、3级回来的，政府没有规定一定要检疫跟隔离的，你可以自主管理，因为你这是爱自己的行为表现，也是爱别人的行为表现嘛。你观察自己，对不对？听医黑工，你是真的因为跟别人你真的是有接触的。你被隔离，那你就好好的隔离。那检疫就是你有机会嘛，也是自我保护。不过共识才发，像如果凶奶黑同不喊你凶哈黑给你，就是我们一起住，我要怎样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呢？好，基本上黑工凶案呢，跟家人带凶哈也好，基本上家人视同这个个案一样。你既然是一起了，就一样什么？做我们的出席，做我们的人，否则你出席一样啊，你可能会从这个居家隔离的案子，比如讲富凯的某一个人，对，大概带电话
你还是有可能从他得到病毒啊，会被感染啦。你如果你不是个案，你又走出去，那这个就形同就会把病毒带出去了。所以这个的确在执行上是有点困难，会有点讲不太人道一样。可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必须要把家人视同的。所以基本上就希望他自己能够一个人住，然后呢，自己3餐这些的，其实都尽量想办法，就是可以送给他，但是呢，就不要有直接一个接触，甚至有2公尺以上。所以其实李干事大家没注意到，居家检疫是每年而去负责李干事，所以李干事就很辛苦啦。对，给我从头一摸后摸又发烧摸，心嘛该摸，对，还有里长嘛，什么？还有主要是李干事，李干事不行的，这里长，我们大天发一管刑，而且还看你们在家有示范嘛，然后家人送饭过去，对不对？是家人送饭过去，然后就在里面。跟大家真的是分开按用给港告，其实真的呢，实行起来就像行商公园还是有它的困难度。对，现在就看就是大家互相配合，我们一起来克服按用给问题，对不对？共同鸦片其实大家会知道，哇，可以居家隔离、居家检疫。那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其实社区发展的社区感染。从最一开始的时候，台港可能会知道，现在好像我们不要讲它已经社区感染，我们觉得它是一种隐性的社区感染。对，可是不过它就会吃到讲，社区感染的可能性，这个你可以看，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了哈。部长跟我们目前是没有啦哈。对。那站在美国是认定台湾有哈，那世界卫生组织啦，还有很多专家也认为，但是呢，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说，才能够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我们就是要小心。但是又不要恐慌，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我会认为迟早会来，社区传播，我们叫社区传播，基本上迟早会来，这个还是看我们就等主持人公开，大家能不能努力的一起来这个互相的分工合作来协助。那目前传出几个例子，已经到31例了。那为什么这个政府都要去追那个源头？因为你有源头，就表示就不是社区传播。社区传播最主要是你找不到源头，你不知道在哪里感染的，附近的人每个人都生病了，那就是很严重。那这样子1传10，10传百就很快了。就像韩国那个教会，你看看，因为大家聚会，啪一下子他就这么多人了。所以这个就是社区传播就是这样，可怕的地方在这地方，所以它病例会上升得很快。你像意大利也是一样，它上升得很快。那如果不是社区传播，比如说慢慢偶尔发现1个2个，都还好。所以目前台湾是看起来是在这个阶段，但是很难讲说不定3天或4天就大了。所以这个还是就等主持人过来。其实这个防疫视同作战，意思是讲。还是要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你就等于我们目前在接触医啦，要是要戴口罩啦，要洗手，尤其是勤洗手像这个大家就是能够做到了。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社区传播不会发生。好，还有动到嘅问题，做你了，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今日绕墙度，你个忽然中咧做节目地图，然后大家咧讲，你叫大家当伊都动惯性改，你讲新冠肺炎的议题说真的每天现在会有一点点担心回到家如果看新闻的话以前是好像是有看没看都没关系，现在每天打开电视听都会看一下，因为你要关心他每天的发展，然后用一来报复。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整个的重点就会同大家讲，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对，然后让大家来了解一件事情，就会讲为什么你乖鬼听，你为什么要在那边边境防疫那边就先堵起来大家这里可以理解，对不对？有些人就说，为什么我要隔离，还要猛用？可是我觉得按用给管理可能有亲头给你，已经做得了解，或者本来就会按用做，不过还可以有亲头给你，可能不可以按了解。我们就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宣导、来强调不过鸦片有一件事情，真给轻冲优就会讲，大家讲说黑共有确诊的案例，或是在某某地方，而且不一定查得出源头，怀疑有可能是社区感染，到底
然后公布给主机嘛。其实大家对这个都很有兴趣的哦，还在网搜肉搜这些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在乎什么？这个人已经走了，他已经离开公布的那些什么101的或是哪个餐厅，他人已经走了。那问题是他走了以后，他会不会？你说他会不会接触？会啊，他可能会有病。假设他有带病毒的话，病毒会在我们的器具或地方会存留多久？不会很久啊，就几个钟头到甚至到1、2天而已啊。他很快，他要走宿主，他没有宿主他会死掉，所以大家就不必这么担心。而且还有一点，现在大家也都很聪明了，就会用漂白水来清洗。就像医院医生下诊后，我们护理师3节一定会用漂白水清洁那个所有的那个电脑荧幕啦、这个键盘啦、桌面啦，甚至听诊器这些都会清洗。所以如果每一家餐厅或者是每一个景点也都是这样做，还有包括现在的计程车，大家注意到计程车司机每天早上就会用那个漂白水去把那个把手啦、该有的地方都清。所以如果大家都做到这样，其实病毒是无所对其，它不会存在的。那不会存在，大家又担心什么？你会去碰到吗？而且已经过了好几十天了，所以我倒觉得这个说，到底这个公布这个真正的地址，我想其实重要性不是这么多啦。那当然。这个卫福部也公布了，就是说，很像现在台北市是最多例，对不对？好吧，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好，那现在台北市这么多，大家还是一样，这个人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乱碰东西，啊，记得戴口罩哦。那类似这样，大家还是是提醒大家有个警觉性就好了，而不是让大家造成恐慌。我觉得恐慌这件事情真的。公布也很恐慌，对呀，不公布也很恐慌，因为你不公布，他敢不是？哎呀，会讲，会不会在我邻居啦？那条街，那我爱摸勾希哦，冲嘛！啊，你公布了之后喊他讲，哎呀，那大家都不要去那里，汹涌给偷离嘛。不过我觉得。欣赏的意思讲，哎呀，他可能没有宿主的话，他可能只能存活几个小时，可能最多1天2天。哎，迄感觉会按容易，就是所以除了欣赏讲的在密闭空间、非通风的地方，你会戴口罩之外，我觉得勤洗手很重要嘛。哎，吃到黑讲有热头的时间，去到通风的地方晒个太阳也不错。哎呦，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哦。好像我说的有被医生肯定一下，哎，真的你知道，不过更多鸦片他敢不会先会问，因为医生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病毒没有宿主的话，它当然就没有办法存活。对，那我们讲到人体，其实现在大家为什么还会说，你知道为什么公布这件事情会让大家恐慌或不恐慌？因为大家会开始考虑到潜伏期跟时间。没了。什么？这个现在的确，这个因为老实讲，你要在。这个病毒，我们最近发现，这个病毒实际上已经存在很久了啦。哦，这是最近造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疾病。说实在，我们认识它也不到半年啦。哦，所以的确很多是要将来去做这个生物统计啊、流病统计，我们才知道。哦，那但是目前看起来迹象是说，似乎有一些人，他是叫做没有症状的带源者。对。好，那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似乎有，可是它不是主要大宗的。大宗还是说，就是有发病嘛，有发烧嘛，都是这样。对，或者是飞沫传染的，或顶多一点接触传染的。哦，那有人香港什么传什么大便传染，或许有可能，但都是少数，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将来要留待了。哦，不过就是说再怎么样，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嘛。他可能是这个没有症状带源者，那第一个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其实主持人刚刚讲一个好人性了，这个 SARS 跟这次武汉这个新冠状病毒就是考验人性。什么叫人性？你买东西其实你距离2公尺以外，虽然你有戴口罩，朋友也不必握手了，就这个握手寒暄，按你这后尾，就是这个肉体的接触跟距离啦，跟各方面，大家自己勤洗手，就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对，而且抗体。你刚刚讲到潜伏期，有些人14天，这是我们一般的统计的天数嘛。不过有些人可能20几天，很久。当然，就像喜常讲的，可能推个案，对不对？还有就是，到底他现在得过了，痊愈了，他有抗体吗？他会不会再得？好，我们任何得到一种病，基本上都会产生抗体，尤其是病毒这一类的事情，比如说流感啊。对。所以流感，
打流感疫苗，你看每年都不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会根据前一年的菌株，像 H1N1、H2N2 或 H5N1，类似按年去做，所以就知道很多。所以病毒实际上是几千几万种，那最常见的有哪几种？那我们会制成疫苗，对，好，那就是希望来施打。那目前也有人讲说，利用得过人的这个血清，对，输入到得病的人。看可不可以治疗？那目前还在尝试，还没有得到一个很真正的、很肯定的一个医学上的证据说，这个是有。那血清里面是什么？就是抗体嘛，就是得过人好的人，他身上可能有抗体的，对。可是通常这个量不会很大，对，所以最终还是要靠什么？靠疫苗，那疫苗。基本上通常是1年后才会有疫苗，不是没那么快。是因为整个要从研发到制作，然后到实验，到真的可以上市，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公共鸦片高血糖还是会跟大家宣导，就会讲，除了在一些密闭的场合里面，然后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有一点点感冒，有点不舒服。来跟我也没，就是来跟我也真的感冒哦，哈，你自己要戴口罩嘛。你这个莫松班啊。对啊，你这个是要保护别人，你也保护自己，对不对？最重要是勤洗手。不过台港还有疯抢口罩之后，要他共同洗手，要给问题。台港又要抢酒精，对，抢漂白水，抢这个消毒水。啊，不过洗手真的很重要哈，我们要洗40秒到1分钟哦。对，我整个都要正面、背面、手指全部要洗得很干净。不过鸦片统台港来讲，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自己调配酒精的，对不对？好，这个我跟大家这边有跟大家分享，4杯95% 的酒精，加1杯煮沸后的冷开水，稀释调配就有75%的酒精，按用这个用。其实现在大家超商啊，这边折选组超商有很多啊，他有在卖，像台糖啊、有在卖75%，所以大部分你会买得到的人会75%的，你会去买95%不多啦，像평양会买95%啦，但是不多啦，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也就是说，万一你买到95%，你怎么泡？大家其实是买得到75%的，只要不囤积、不缺货，通通买得到，对不对？不过要经营还是要，就像喜常讲，有时候像你们刚说医院下班之后会整个消毒嘛，对不对？给养茶呀、摸嘛，对不对？其实不下呀，做的，比如讲，真的因为有你讲，你真的是居家隔离，还有一个居家检疫，跟家人同住啊，因为家里有一个个案有可能有接触在隔离或检疫中，那其他家人，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外面住，太给他黑凶哈给死结。当然他可能在房间待着嘛，对不对？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没有接触。我说的是在一个共同的客厅里面，所以家具不好的家具也是要清洁。所以这时候公婆堂主就要变得很神经质啊。这个个案名都会提防啊，嘛该碗筷嘛，全部都要漂白水。擦一擦，是不是？或者是酒精要擦一下。对，所以漂白水要走得哦。我跟董太卡来供应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去买漂白水嘛，不过要走得，比如漂白水加水1:100。因为你买的漂白水是很浓的，对，你不能直接来用，太危险了，所以要加水。是，所以熊亲陪我黑公你有按用很浓的漂白水，这边同太卡来供的就会走得1:100按用给1:100，对，然后它给黑500 ppm 浓度按用给漂白水，就用喜常供比较神经质一点的时候就是桌子、橱柜、厨房，对，那这个是可以跟大家这样子用哈。最后来跟大家来讲的就是我们的口罩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知识啦，就是我们泰卡供一般喜常供有外科口罩，对，它是可以比较有效过滤细菌的，对，然后这个很重要。N95，对，好，就是它是有效过滤细菌95%以上的病菌。不过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中间那个像是棉布口罩，它是没有办法过滤病毒的哦。对，它所以。其实主持人这张很清楚了哈，对，外科口罩都是我们常用的啦，它也算便宜啊，它是真正能够有效过滤细菌的，大家不要看它薄薄的哦，它也很便宜哦，现在不必抢的时候很贵了啊，抢的时候这个平常是很便宜，大概一个2块钱到3块钱而已，但是它具有3层，对，外面一个是隔水层，对，所以你把水滴在那个外科口罩上，它不会渗透的，是，第2层是那个就是它要把一些那个细菌啊或者那个贩毒的。所以是这个。那以前 SARS 大家抢N95，因为那时候观念不清楚，认为 SARS 是可能空气传染或者怎样，对，大家每个人都抢N95。那所以那N95实际上
一般人不会用到，医护人员才会用到。是，所以它是因为它可以阻挡95%以上的病菌，包括病毒，所以才叫 N95。对，现在也有 N99跟 N100哦。对，所以大家也走在看到，因为医师讲得很清楚，那观众朋友也走在走 N 改贴息当中，可能其他3个的功能。对，所以今天赵强都线上在走聊节目地，到大家来讲，希望大家走在对，你都在走边境防疫到我们的社区感染的整个观念，我们把它分享得很清楚。希望最重要的事情是台大，我觉得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大家一起共同防疫，对不对？勤洗手最重要，对不对？然后增强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动感强线上都有2片，谢谢。好，希望有机会做啲重重绕墙线上都有2片的分享。好，感谢。好，听听下来，我哋做埋嘅咧，要长呢个乡亲朋友还在做认同了。